點解有時我哋會做咗啲令自己後悔嘅決定，發咗一個之後後悔嘅信息，又或者對住自己最在乎嘅人，一時忍唔住發脾氣，講咗啲晦氣說話，救都救唔返，甚至有個好好嘅機會擺喺自己面前，拖延症發作，又冇去試。可能我哋冇留意到嘅係，情緒早就參與咗我哋嘅決定嘅一部分。我哋忽略咗自己當時感受到啲乜嘢嘢。Brené Brown 曾經同我哋分享過佢超能力嘅故事。佢好鍾意觀察人，有時咧佢仲甚至知道咧呢個人咧下一步咧會做啲乜嘢嘢。佢唔係有讀心術，只係佢用咗呢個模式思考、感受同埋行動。我哋點樣諗嘢就會影響我哋點樣感受，而當我哋點樣感受，就會影響我哋點樣去行動。呢三樣嘢不斷咁樣互相影響。當我哋理解呢個模式嘅時候，好多原本睇唔明嘅反應就變得容易理解。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嘅，正正就係 Atlas of the Heart 裏面呢個非常重要嘅概念。我哋同 Brené Brown 一齊攞翻啲超能力出嚟用。Hello，你好，我係 Shirley，歡迎翻嚟 Atlas of the Heart 系列。上一集我哋討論過點樣標籤情緒，睇翻上一集的話，連結就喺 comment 嗰度。今集討論另一個問題，點解有時我哋會做咗一啲之後後悔嘅決定呢？透過思考、感受、行動呢個框架，了解情緒同決定之間嘅關係，分享4個嘅工具都非常重要，尤其是係第4個。有冇試過焦慮瞓唔着、憤怒發脾氣、傷心難過到乜嘢都唔想做？當呢啲感受出現嘅時候，我哋第一個反應就係想快啲甩咗佢，因為實在太唔舒服。但係當我哋將情緒當做敵人嘅時候，不停咁樣抑壓佢、逃避佢、否定佢，我哋同時亦都錯過咗佢想帶俾我哋嘅信息。重點嚟啦！Susan David 講過，情緒係資訊，唔係指令。意思係情緒係資訊，有2個嘅步驟。第一個步驟，我哋先了解情緒想帶咩資訊俾我。第二個步驟，我稍作停頓，唔好俾情緒拖住走。例如，當我覺得好焦慮嘅時候，情緒想提醒我嘅係呢件事對我好緊要。而唔係你可以遞辭職信啦。情緒提供資訊，點樣回應嗰個主動權喺我哋自己嗰度。於是我哋可以停一停，了解情緒想講乜嘢俾我哋知，再決定下一步想點樣做。嗱，當我哋開始睇到呢個過程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做到咗咧一件大部分嘅人平時好少做得到嘅嘢，就係停一停。Viktor Frankl 嘅教導，情緒同反應之間有一個個空間，一個可以停一停、諗一諗，再決定點樣回應嘅空間。我個人認為最好嘅停一停、諗一諗嘅練習，就係定期去散一個好長嘅步。同一件事、同一句說話、同一個經歷，有人覺得好受傷，有人覺得冇所謂，有人覺得啊係一個鼓勵嚟嘅噃。同樣收到老闆一封電郵，有人會諗，老闆應該有啲緊要嘢要同我傾。有人就會即刻擔心，死啦，我係咪做錯咗啲乜嘢？真正影響我哋感受嘅，從來都唔係事情本身，而係我哋點樣去理解嗰件事。我哋講緊一個乜嘢嘅故事俾自己聽？呢個故事對我哋有乜嘢重要性？有乜嘢意義？
唔同嘅意義會帶俾我哋唔同嘅情緒、唔同嘅行動。呢啲理解嘅方式，往往嚟自我哋以前嘅經歷，久而久之啦，就會變成咗我哋嘅習慣睇世界嘅模式。模式咧就係我哋嘅慣性，我哋用呢啲嘅慣性去思考啦，去感受啦，去回應啦，每一個唔同嘅場景。Brené Brown 分享過啦，佢將原生家庭嗌交嘅模式帶咗入去自己嘅婚姻嗰度。當佢同先生嗌交嘅時候，表面上佢覺得好嬲啊，但係當佢願意停落嚟諗一諗嘅時候，佢發現呢個嬲並唔係成個故事。對佢嚟講，一齊嗌交冇咁得人驚。於是真正令佢難受嘅係嗌交嘅意義，代表住佢同先生嘅疏離同埋 disconnection。當佢睇到呢一個模式嘅時候，佢對件事嘅回應開始改變。佢哋選擇咗 John Gottman 提供嘅方法。Brené 同先生再嗌交嘅時候，佢哋會講：我哋停一停先，20分鐘之後咧，翻嚟再討論完呢件事，幫呢次嘅嗌交畫上句號。嗌交同佢哋對大家嘅愛係分開嘅兩件事。我哋都有類似嘅經歷，朋友唔答我哋嘅 WhatsApp，同事一句無心嘅說話，上司一個簡單嘅 comment，真正影響我哋嘅，從來都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我哋點樣去理解件事。當我哋願意去面對一個事實，其實係我哋自己賦予緊件事意義同埋重要性。我哋就會發現情緒同埋呢啲反應嘅背後，往往都係有一個嘅故事。當我哋去理解我哋自己呢個故事嘅時候，我哋就開始理解我哋自己。我個人認為最好嘅理解自己嘅故事嘅習慣，就係練習寫日記。當我哋將故事嘅正面同埋負面都一齊了解、一齊寫低、一齊審視嘅時候，日記變成咗我哋嘅明鏡。當我哋願意啦，去檢視我哋自己嘅想法，再加上我哋嘅情緒嘅時候，日記變成咗我哋練習智慧嘅一個好地方。情緒唔係開關掣，唔係得開同埋閂。我哋可以同時感受到唔同嘅情緒，例如一件明明值得開心嘅事，同時我又有少少想喊；一個等咗好耐嘅機會出現嘅時候，我又覺得有啲驚。咁樣係因為我哋同時可以感受到唔同情緒嘅存在。如果有一日，你收到一個海外聘請，第一個嘅感覺可能係驚，於是開始諗，我會唔會唔適應㗎？我會唔會失敗㗎？留喺香港會唔會安全啲啊？但係咧，呢個機會咧，你又等咗好耐喎，於是你開始問自己啦，等陣先，除咗驚之外，我仲感受到啲乜嘢先？哦，原來係興奮，因為呢個機會你一直期待咗好耐。仲有啲希望添，因為你知道呢一次嘅改變會帶俾你新嘅可能性。不過又有啲唔捨得喎，因為你知道自己要離開熟悉嘅人、熟悉嘅地方。同一件事同時存在住驚、興奮、希望同埋唔捨得。當我哋有更完整嘅情緒故事，就更加容易理解自己真正重視嘅
係啲乜嘢嘢。我哋往往都會有類似嘅混合情緒。Shelley 喺62歲嘅時候第 N 次重新起步，我同時感受到唔同嘅情緒。第一，好奇。如果你想睇返好奇嘅定義，睇返上一集《Atlas of the Heart》呢條片，連結喺 comment 嗰度。第二，我感受到有希望，我相信，我樂觀，我期待。第三，我感受到有信心，我有好多勇氣同埋自我嘅肯定。第四，我感受到脆弱，因為我要重新去學同埋去 master 一樣對我嚟講全新嘅嘢。現實世界裏面，大家只想睇到嘅係成就同成功。當我要喺咁多人面前嗰度學習、嘗試、失敗、再嘗試嘅時候，其實真係好脆弱啊！不過我好開心、好感恩，都有少少驚。呢個就係我嘅故事。我真正重視嘅係呢一次嘅機會，我仲有機會，同埋呢一次嘅可能性。如果我哋同時感受到咁多嘅情緒，咁我哋應該點樣回應？好多時候情緒出現，我哋就即刻趕住反應，焦慮就逃避，嬲就即刻出手反擊。呢個時候，我哋最需要嘅反而係停一停，諗一諗 pause 嘅力量，了解一下自己諗緊乜嘢，感受緊乜嘢，下一步嘅選擇係乜嘢。當我哋唔再需要跟住情緒走嘅時候，願意停低觀察，我哋就由反射式嘅反應變成咗有意識嘅回應，而呢個停一停嘅空間就出現咗選擇，或者更多更好嘅選擇。例如，我 send 咗個 proposal 俾個客，過咗幾日佢都冇覆。我開始諗，係咪出咗啲乜嘢問題啊？單生意係咪泡咗湯啊？然後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焦慮，唔確定。呢個時候等一等先，hold 住，唔好再 send 多幾個 message，亦都唔好即刻去決定個結果係啲乜嘢嘢，而係問一問自己，我講緊一個乜嘢故事俾自己聽。跟住我決定放低個電話，同埋我提醒自己，目前我唯一知道嘅事實就係對方未覆信息，其餘嘅都係我嘅猜測。當我哋唔需要即刻反應嘅時候，我哋多咗一份選擇，多咗一個可能更適合自己嘅決定。我個人認為最好嘅練習 pause 嘅方法就係俾自己一個空間，刻意停頓。畫嘢係我嘅練習，重點唔係想變成畫家，亦都唔係畫得靚定唔靚，而係喺呢個空間裏面練習停頓。平時就練呢個練習，帶俾我3個收穫。第一，通過自己一個人個空間去創造一啲有用嘅嘢，去表達自己，將自己嘅想法外置咗佢，最好就幫到人添啦。好多時喺呢啲情況下，就算我有困難，我靠自己諗到辦法解決到自己嘅問題。第二，我亦都唔怕自己一個人，相信自己可以從一點開始去駕馭一件事。第三，就算手上有暫時解決唔到嘅事，先放低，又或者暫時離開令自己好焦慮嘅事情或者現場，遲少少再返嚟，用新鮮嘅眼睛去重新再睇件事，話唔定件事就已經唔同咗樣啦。
帶住呢份信心，帶住呢啲價值去做更加多更緊要嘅事。畫畫係我嘅方法，你嘅方法係乜嘢啊？喺 comment 嗰度同我分享啊！今集我哋由一個問題開始，點解有啲時候我哋會做咗啲之後後悔嘅決定？我哋發現咗4份嘅超能力。第一，我諗緊乜嘢？我講緊一個乜嘢嘅故事俾自己聽。第二，我同一時間感受緊幾多種唔同嘅情緒。第三，我願意停一停，諗一諗。第四，俾耐性自己，俾時間自己，批准自己去選擇點樣回應。情緒係資訊，唔係指令。停一停，了解自己係一份可以從平時就開始慢慢培養翻嚟嘅能力。往往我哋之後後悔嘅係喺未理解清楚件事之前就已經反應咗。呢個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情緒影響我哋嘅決定，影響我哋身邊嘅人，影響我哋有冇把握一啲好好嘅機會，甚至影響我哋最後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你準備好同 Brené Brown 一齊攞返呢啲超能力出嚟用未啊？好多謝大家陪我完成《Atlas of the Heart》系列嘅第2集，多謝你睇到嚟呢度。我亦都好想借住呢個機會，多謝 Dr. Brené Brown 用20幾年嘅時間去做研究，同埋幫我哋寫咗好多好重要嘅書。《Atlas of the Heart》呢本書令我有機會重新去溫習同埋理解情緒，唔單止影響緊我哋嘅感受，佢仲影響緊我哋點樣諗嘢，影響緊我哋點樣做決定，同埋我哋嘅行為。今集同大家分享嘅只係我自己睇完呢本書之後嘅一啲學習同埋體會。我真心推薦你親自去讀《Atlas of the Heart》呢本書。書入邊有好多故事，好多研究，好多案例，同埋好多值得慢慢去思考嘅內容。我相信啦，你睇完之後咧，你會有屬於你自己嘅體會。如果你未睇第1集的話，歡迎你去睇返第1集。我哋分享咗情緒語言，通過語言去幫我哋自己嘅情緒做標籤，係了解自己嘅第一步。連結喺 comment 嗰度。下一集我同大家分享嘅係點樣了解情緒，了解自己，然後將佢變成一個習慣。我會結合 Brené Brown 另一本書《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》同《Atlas of the Heart》一齊去探討情緒習慣呢個課題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今個星期有冇一次停低問一問自己，我而家嘅感受係乜嘢嘢？我而家嘅情緒係乜嘢嘢？歡迎你喺 comment 嗰度同我分享。如果呢一集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都喺 comment 嗰度留一個心心俾我啊！呢個係我哋嘅暗號，亦都希望你將呢條片同你身邊嘅人分享。我哋下一集見。